題目要揾出989255，最少要加幾多先係一個七位數？我哋可以將各選項分別同989255相加，揾出邊一個結果係最細嘅七位數。989255加9745等於999000。989255加10745等於100萬。989255加11745等於1001000。989255加110,745等於110萬。因為999000只係一個6位數，所以選項 A 可以剔除。比較選項 B 至 D 嘅結果，100萬係最細嘅七位數，所以989255最少要加10745先可以得出一個七位數。